这期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5年6月29号，公元2018年8月10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印度学生要继承和发扬古印度文化；达赖喇嘛尊者在涅城埃里则乔丹纪念学院谈人类一体性；司政视察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邦迪拉地区；支持中间道路保护母语被列为非法活动；中国对种族的歧视将面临联合国的审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三8月8号上午，在印度果阿邦管理学院成立25周年庆祝典礼上，向该校全体师生发表当今世界古印度智慧的价值为主题的演讲，呼吁学生要继承和发扬古印度宝贵的文化知识。达赖喇嘛尊者在他的开场白中简要地谈到了精神意识和感知意识方面的问题。尊者敦嘱大家要优先考虑提升精神意识和感知意识方面的知识。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指出，印度是唯一在大约3000年前就开始关注精神发展方面的一个国家。在谈到复兴古印度智慧时，尊者表示，这些珍贵的知识虽然源自印度，由藏人从印度上师处吸取，并且将这一珍贵的文明保存和发扬，已有1000年历史。但在我们上世的国度里，这些珍贵的文明却被忽略了。所幸的是，被我们可信赖的学生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藏人有责任将这些珍贵的知识回赠给上师。最后，达赖喇嘛尊者还重申，人类必须通过对话和非暴力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为建设一个平和、富有同情心的世界而努力，并提醒人们，在解除人类外部武装权，应该着手解决各自内在的武装。此外，上周四8月2日，在印度北部拉达克进行访问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参访了位于拉达克涅城的埃里则乔丹纪念学院，并向该学院1500多名师生和工作人员发表了讲话，谈到了人类的一体性以及促进国家、种族和宗教之间和谐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尊者在发表演讲时首先表示，21世纪的人们有责任让自己更幸福，世界更加和平。尊者强调，我们都是社会性动物，因此彼此是相互依赖的。正如拉达克依赖于查谟克什米尔，而查谟克什米尔依赖于印度，印度依赖于其邻国等等，大家都相互依赖，共同生活。Over a billion human beings, but the future of India depended on India's neighbor, and the whole Asia's future depend on the West. Western sort of future also depend on Asia, like that. 尊者呼吁学生要采取更好的方法，平衡物质利益与道德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并表示尊者将致力于促进古印度文化的复兴。在回顾个人经历时，尊者表示，我在16岁时失去了自由，当我24岁时，我又失去了我的国家。随后，成千上万的藏人在中国的入侵和统治下失去了生命。经历过所有这些动荡，我设法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不一定是因为我的修行很好，而是因为我所追寻和学习的佛法是源自那兰陀的传承。此外，8月2日，达赖喇嘛尊者受拉达克涅城伊玛目巴尔加清真寺的邀请，对该寺进行了参访，并在寺内进行了祈福仪式。随后，尊者向当地伊斯兰教徒发表了讲话。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作为人类，我们都必须在这个星球上共同生存。同样，拉达克的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也要必须和谐共存。人类所有的问题根源都是狭隘思想和宗教信仰的差异引起的。在伊斯兰教中，逊尼派和什叶派向同一个阿拉祈祷，可是彼此间却有分歧。佛教徒信仰的是同一位佛陀，但有时也在不同的派别之间出现冲突。在谈到印度的宗教间的和谐时，尊者表示，作为佛教徒，我所到之处都是努力促进宗教间的和谐。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应该肩负责任，
促进对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包容和谐，以及促进阿富汗和阿拉伯国家伊斯兰教徒与社会间的和谐发展。另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森森格于本周一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邦迪拉地区首次会见了印度全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并前往罗杰林藏人定居点展开视察。8月6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森森格抵达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邦迪拉地区，在该邦首次会见了印度全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莫罕巴沃特先生，并谈到西藏的生态环境、政治局势、印度和西藏之间的关系，以及西藏大江河流对印度和下游国家的影响等。印度全国志愿者联盟负责人莫罕巴沃特先生表示，印度和西藏是一家人，他将会坚决支持西藏自由事业，时刻为西藏问题而发声。此外，司政在抵达印度纳戈普尔地区时，并会见了印度国家少数民族委员会成员萨雷卡库巴尔女士。近期中国发布的官方通告中，将支持中间道路、保护藏语或藏人福利组织均列为黑恶势力和非法团体。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在今年2月初发出的通知中，要求藏人互相监视，并举报上述黑恶势力。2018年1月11日，中国国务院向全国各地发布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旨在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和反腐败、基层、攀音相结合的意向政治运动。针对藏人却列举了所谓支持中间道路、保护母语以及充当群众的代言人等，必须成为坚决打击的对象。该法令进一步要求民众发现任何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应立即通知当局。在人权观察最近发布的标题为《中国对西藏社会团体的打击》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当局如何将支持中间道路、保护母语和藏人社会福利团体等均被列为非法活动的政策。报告强调，中国旨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团伙，但在西藏借此打击持不同政见者以及镇压民间社会团体。人权观察的报告还指出，在西藏，中共当局的这些限制和政策旨在通过摧毁达赖喇嘛尊者和传统领袖在西藏社区中的任何影响力，以增强中国在基层的权威。这一政策清楚地表明，中国的目的是针对藏人。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将于本周召开第96届会议，审查包括中国、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古巴、拉脱维亚、日本、毛里求斯和黑山共和国的反种族歧视政策。鉴于即将进行的审查，中国已经向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31页的报告。报告自我称赞式地详细叙述了中国在2008年至2015年实施公约方面取得的进展，并称该报告是在少数民族人士的直接参与下编写的。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与外交与新闻部人权处协调合作，根据中国在西藏实施的错误政策，编写了中国如何对西藏人民实施种族歧视政策的报告。报告重点概述了数个中国当局侵犯藏人人权的案例，包括国家主导破坏藏传佛教寺院、监督藏语保护者、就业机会不平等、限制藏人行动自由，以及在发放护照时歧视藏人等问题。中国于2009年接受了联合国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委员会的审查，期间委员会对有关针对藏族和维吾尔族过度使用武力以及拘留次数的报道表达了严重关切。观众朋友们，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